笑啊！你睇下佢哋咧化妝化得好行㗎，同埋咧係咧源源不絕，係源源不絕啊！源源不絕。原來係咧每台東每一間廟咧都會咧抬一個佢哋嘅神出嚟㗎，只要咧係經過某一個點嘅時候就會放煙花咯。俾人講添，嗰邊又有喎，嗰邊都有。你睇下，你睇下好誇張啊！係長長嘅龍啊！呢度睇唔清楚，真係長長嘅龍㗎。好特別嘅公仔㗎，聽聞係會行勻咧全個台東㗎，睇下條尾。